下来继续来看，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高压集团偷袭军装这个代志，继续来探烧。周刊进前来压料，讲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一个姓张的助理，甲高压集团联手，甲偷袭的相片卖互民意代表。今仔日，阁有媒体人甲青年感动联名做伙开记者会，指控这个姓张的助理。 标介绍换袂到立委的职权，这张助理是来回应讲，毋是事实，要提出着告诉。那王宏维是讲，姓张的助理马上来停职，接受行政调查。公权力不容标价。 王宏威出来面对。青年监督联盟举行记者会，点名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提出简报指控，伊的张姓助理伫外口卖立委职权。从投影片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先导期的计划，2025年的部分，公关费用从行政、立法到民间，公关费用洋洋洒洒列出来的标价。 一年就要花230万，你的行为，你的老板王宏威委员，他知道吗？来向药商来要钱呢？陈德明指出，张氏助理找一间资本额干那10万的行销公司合作，以行销公司代表身份，甲大型药厂进行提案。不过提案内容甲立委职权有关，简报顶头除了列出沟通对象，介绍嘛写甲清清楚楚。召开公听会、记者会一场10万，对互陈德明质疑涉嫌违反乌西治罪条例，对这件代志。 张氏助理出面驳回，不是事实。最后有没有接受这提案？没有，好，没有接受这提案。但是就算没有又如何？当他做了这个开口的行为之后，那么这个阶段勒索还是有可能有未遂罪的处罚。张氏助理发出声明，指控本人涉嫌甲企业乌西，不是事实，并无代表这间公司去提案。相关指控拢不是真的，会捍卫个人名誉进行提告。王宏维就表示，为着厘清相关责任，张氏助理即时停职，接受行政调查。双方拢有话，就要挖靠更较侪证据，才会真相大白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